唉，又到節日啦，真係唔知送咩俾長輩好。我早就買好咗野花牌綠蜂膠，阿爸阿媽一直有食血糖、血脂、血壓，維持得特別好，免疫力都提高咗啊！佢哋身體好，我先放心。呢個好，送禮送健康，就送野花牌，產自巴西，源於自然，銷量領先，官方認證。野花牌綠蜂膠推出買6送1，更提供本地及中港台免費郵寄服務，本地1到2日收到。訂購電話1866690488，1866690488。有的人卵巢有一些问题，手上有2个穴位就可以知道吗？在临床上碰到一个病人，他是自己摸到说，哎，奇怪，我这边怎么有一个东西？哦，他在锁骨这边摸到。对，然后就去做切片。山药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。对，我们把这个南瓜汤加進來。健康2.0，星期6日於城市電視播映。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nie and Daniel One 之健康2.0係由 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nie and Daniel One 贊助播出。沖涼嗰個位咧係好入嘅，跟住之後咧係男女共通嘅2格。自己諗你簡直係一個可怕嘅回憶。唔係都幾開心啊嗰陣時。我唔知佢以為拍緊嗰啲咩男兒監獄添咯，我自己。睇翻自己啲舊節目啊，跟住再睇翻而家嘅自己，係啊，你會發現，咦，原來我有唔同到嘅。黑色衫選手咧就而家以退為進啦，哇！7個拳打到鐵盤啦。我要爆 show，星期3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虛舊迎新，每一年新嘅年度開始，有啲特別興奮嘅。呢一份嘅禮物，其實一早準備定，好想送俾大家。新一年，我哋都期盼人生有如煙花般精彩盛放，有豐盛嘅生命，恩典滿滿。到底點先至可以做得到呢？恩典滿載新一年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